喺我個價值觀入面，我就好簡單嘅，我就話，如果你活喺世界上，你要做一啲唔係淨係對自己有利嘅事，你都要做一啲對個社會或者對成個民族可以做到幾多做幾多。所以你唔為自己都唔得，係咪先？你人第一要求生存啊嘛，係咪啊？呢個魯迅先生話：第一求生存，冇飯食先揾飯食先。啊，第二就求溫飽，餓唔死之後食好啲着好啲溫飽。第三就求發展啦，係嘛？咁所以即係喺我嚟講，音樂既可以解決我生活問題，又可以頭先我成日講嘅發展中國音樂，將音樂搞好啲。呢個都係我哋中國文化嘅其中一部分嚟啊嘛，音樂係咪先？歷史悠久，咁當然由古到今好多變化啦。所以你話我嘅意義就喺呢度。